學佛60問 EP16，我係我佛慈 base。佛教會唔會燒啲嘢俾亡者嘅呢？咁喺佛教本身呢，其實完全係冇呢一條規矩嘅。紙紮又或者燒衣紙呢啲咧，都係後期民間信仰所加上去嘅習俗。咁中國最早期咧係會用真錢陪葬，之後就覺得太過浪費，所以先將啲紙變成一啲錢嘅形狀。咁後人再將佢 upgrade 做紙紮屋啊、燒個僕人啊、iPhone 啊、LV 包包啊、林寶堅尼啊，咁就覺得燒完之後咧喺第二個世界就可以用得返。咁喺佛教角度，首先人死咗之後咧唔一定變鬼嘅，做鬼只係六道之一，咁你當有1/6嘅可能性啦。咁就唔係你一死咗就即刻落去陰間收貨。咁再者，佛教並唔承認紙呢一啲燒完落去嘅嘢咧，就可以直接 send 到俾亡者享用。呢啲並唔符合因果業報嘅原則。咁如果燒紙就有錢，咁我而家根本就唔使去收科守戒，而家不如燒定幾座豪宅落去嘅時候接翻。咁呢啲完全係唔符合邏輯嘅。咁喺佛教亦都覺得咧，對亡者真係有用嘅咧，例如布施俾貧苦嘅眾生，例如供佛、供養三寶、請僧眾去誦經、持素呢一啲功德，然後再回向翻俾亡者。同時間咧，佛教並唔鼓勵用貴重嘅棺木或者一啲靚衫，不如將呢一啲錢布施出去俾有需要嘅人，先真正咁樣去幫到亡者，而唔係一把火燒咗佢。咁而亦都有啲方法係將一啲經文咒語放喺啲布上面燒咗佢。咁呢啲咧其實都係同好多法科系統互相影響。咁同佛教本身嘅觀點、發心、實際功德呢啲係有少分別嘅。咁如果你真係想燒啲嘢俾佢嘅話咧，不如將你嘅預算慳翻，變成實際嘅布施、供養、行善嘅力量，咁再將呢一份功德咧回向翻俾亡者。咁呢個就係最有效嘅亡者 gifting 方法啦。學佛60問，我哋下次再見。